第一代嘅打粉機安全掣係喺呢度，呢一個叫做安全保險開關，係你個蓋冚咗落去，壓到個開關掣，佢先會着到機嘅。而呢部機係零個嘅，因為你相信都好多人用緊，以前都好啦。咁呢部機有咩要注意咧？第一樣嘢，電線啦，每部我哋機咧有個紅色，呢個就係 fuse， 13mm fuse 就得㗎。如果部機過熱或者會跳掣咧，就有第一粒就燒咗粒 fuse 嘅。第二樣嘢，呢部機另外一粒 fuse， 我哋叫做一個叫做馬達，即係個摩打嘅操作開關。如果部機個摩打受熱太熱，或者佢個電壓太大，而呢粒 fuse 掣會跳出嚟嘅，呢粒黑色字，你可以留意下。但係你哋用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將粒 fuse 掣撳咗落去喎，咁就變咗部機就冇咗個保險掣喺度啦。咁如果跳咗點算啦？呢粒 fuse 會彈咗出嚟，咁長，呢個就已經跳咗掣啦。咁你點做咧？將部機攤翻動佢，撳翻粒 fuse 掣，咁佢就可以再重翻機㗎啦。好啦，跟住呢部機嘅開關掣，你哋都睇到㗎啦，有一個擋手喺度，咁你唔好咁激到嘅。開關掣呢度，跟住隔離嗰個紅色嘅係一個鎖緊呢個打粉機嘅掣，扭實就係鎖，鬆咗佢，你可以做個搖擺動作。呢部機嘅打粉槽其實好明顯啦，你睇到啦，有個箭嘴位，亦都有個箭嘴位。呢隻蓋係好難扭落去，因為邊係咁。你要啱啱 cut 咗落去之後，扭一扭你嘅左手邊，順翻旁下，再扭翻右邊。而扭完之後，你覺得係可以開機嘅時候，麻煩大家留意下一樣嘢。呢一條邊，你睇下貼唔貼？貼嘅話就代表呢個打粉蓋同打粉槽完全成一個合併嘅狀況。然之後再望一望呢條罅係咪貼嘅？貼嘅話，你先好開機，因為保障個蓋會飛出嚟。你哋攞部打粉機出嚟，開始用嘅時候，大家要注意下一樣嘢啦。首先睇下呢粒 fuse 有冇跳出嚟啦。如果跳咗出嚟，根本上開唔到機嘅，所以你檢查咗 fuse 着唔着嘅，有冇撳咗落去啦。第二樣嘢，電源開關線呢度有冇插好啦？有冇插過去嘅？第三樣嘢啦，當你哋打粉之前，當然未插電之前咧，你哋要打開個蓋。大家留意下，打粉槽有冇損壞？咩叫損壞咧？譬如有啲硬物撞擊，令到個打粉槽凹咗落去，或者有啲鐵啊或者中咗嘅話咧，你哋要自己望一望有冇損壞到打粉槽。打粉槽表面花唔緊要，但係唔好俾佢凹咗落去。凹嘅落去意思咧，就呢啲叫凹咗落去。翻嚟維修換槽。好啦，當你檢查完之後，你要用手摸一摸呢粒螺絲有冇鬆到。如果冇鬆到，咩叫鬆咧？你係用手扭得開嘅叫鬆咗。你用手扭唔開嘅就係你唔會鬆嘅。好啦，當你檢查呢幾個步驟之後，你就可以放你嘅材料落去啦。扭蓋。咁係為之貼咗落去。如果唔貼係咩咧？離啦，呢條叫罅。你見到離罅，你千祈唔好開機，因為有啲會震鬆飛出嚟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貼咗佢，跟住你先可以開機試。開機要打粉工作。
其實咁嘅聲係好唔正常嘅，係一個好尖鋭嘅聲，就代表佢裏邊轉動得唔熟，入邊有個軸承有兩粒啤鈴嘅，你粒啤鈴壞咗燒咗，佢就會棘住咗，咁佢會有呢啲聲音。呢部機係壞嘅，燒啤鈴嘅，同埋你哋留意下把刀，掹咗佢啦。把刀正常嚟講係平嘅，有起角嘅，而佢係一鈍角原位，鈍角原位。你呢啲其實已經要換刀嘅攞翻嚟，因為你呢把刀一定係好平，一個起角，兩隻角。如果你鈍咗，你就麻煩寄翻嚟要換把刀噶啦，係啦，唔好夾硬打落去，夾硬打落去盞兩敗俱傷嘅啫。繼續清洗啦，點清洗啦？都係濕布扭唔到水出嚟。首先抹中間，抹刀嘅皮嗰個部位，轉一下，跟住抹打翻從嘅底部，最後側邊。粉槽上蓋，亦都係留意一定要抹呢個位。條膠邊，好啦。咁就一般清潔就係咁樣啦。